12月25号第66次下半诗，175页，咱们接着来。现在是说，这个疑问词呢放在两个动词之间。第6句，养雀，养雀，扩是他，加上仨是以他做句格，阳是又在，说他呀又做了一个动作，又他，这个他又干什么呢？后边瓦拉纳西给包台重度亲的麦吧，瓦拉纳西给包台重度亲的麦吧，瓦拉纳西给包台重度亲的麦吧，瓦拉纳西给包台重度亲的麦吧。瓦拉纳西这是地名了，波罗奈斯，这个仙人堕处，佛这个就是初转法轮的地方，成佛之后先到这个地方给五比丘说法。这个地方的国王，那个国王他的面前走到，他这个扩做了个什么动作呢？他走到了瓦拉纳西国王的面前，麦巴说他跑到那个国王面前说话去了，说什么呢？说开给闸，开给闸，这个开应该是去声哈，开给闸，开给闸，您的敌人，这是一个词组完了，后边是他的同位语，您的敌人是谁？就并列跟他说就行了。您的敌人谁呢？是于给包敌，于给包敌，于是地方或者叫国家，家乡都是他。这个国家，于是中部，于是中间，正中间中央，中部地区。于是地区中部地区的国王，就是你的敌人是谁呢？是那个中原的国王，瓦拉纳西不在中原，只有中原的国王，这是同位语。你的敌人中原的国王敌这个国王，血胆米血，血是杀死，杀死呢还是不杀死呢？这是直接用这个词来译了。然后就是说他跑到这个国王前头问说，你的那个敌人就是中部地区的那个国王啊，你是要杀死他呢还是要不杀死他呢？译的时候你就不能这么死译了，就是说你杀不杀你的敌人，也就是说你还要不要他的命，我现在有办法，你杀不杀？问，这是那个婆罗门了，大概。他这个语法上说就是这个最后这个了，说杀吗？不杀，也就是你是杀还是不杀，这是个选择关系。动词一般连接是前头肯定后边否定，这么个习惯。行，读一遍啊。养雀瓦拉纳西给包，养雀瓦拉纳西给包，台重度亲的麦吧，台重度亲的麦吧，开给闸于给包敌，开给闸于给包敌，血胆米血，下边一句也是这种动词的选择关系。您这是摩尔住吧，您
这西摩尔旧吧。云这是摩尔旧吧。云是以前、原先、早先。这是大米跟稻子，一个词儿，脱粒儿跟不脱粒儿的都是，或者是大米，或者是稻子。这个地方呢，你一看就知道是指稻子，因为什么呢？后边的动词它这些就是某一些稻子，某一些稻种。摩尔是耕种，这种的你肯定不能种大米，不能种脱了粒儿的，所以只能种这个稻子。就吧是让、使的过去时。现在时是阿沃加写就卡就是把那个帕沃换成阿沃，就是现在时，这是过去时，让使。这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原先让是谁让呢？这后边译出来是我让你耕种的那些稻子，原先我让你耕种的那些稻子，然后后边带一个八，就是说那些东西，让你种的那些稻种，那些东西，名词化了，这些东西，它做主语。后边 get some market get 是成长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生出来，原来没有，现在生出来，生长，一个是长大，生长，一个是生出来，一个是生长。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上就是他这译的是说长了没长，就是我让你种的那个稻子长出来，实际上这个包含那个生出来没有？你有的那个种了稻子之后，它连生苗都不出，实际上这个，但是他问长了没长呢？实际上就是说长大没有了。这个，反正这两个意思都有，说长了还是没有长，实际上这个包含就是说，出苗了还是没出，都包含这个意思。长大了没有长大都有。很简单了，读一遍就行了。云这西摩尔旧吧。云这是摩尔旧吧。云这西摩尔旧吧。云这是摩尔旧吧。给什么给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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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边一句话，卡姆等连接名词时一般也是表示选择关系，前边是连接动词，他说还可以连接名词。即要求对方在问话中所列各项中任选一项，这个语法意义没什么区别看例句就行了。给别推盖姐妹吧贴呢。给别推盖姐妹吧贴呢。国王主语推盖那些话，姐妹吧说的那些话，然后八，这就是成了说的那些话，这就成了一个一个词组。贴呢，听见之后，贴是听见之后，国王听见说的那些话之后，就是某一个人说了一些话，国王听见之后怎么样呢？日不嘎咕嚷的，日不嘎咕嚷的。日不就是非常的、十分的，反正上等的，是这个极很就是加强的深刻化，就是嘎咕嚷三个词儿都是高兴这就是非常高兴嘎咕嚷的，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，顿一下，然后呢干什么呢？非常高兴了就掐在呢，掐在呢。咱们前边都是掐猜了，掐猜是现在时，这个掐猜呢是过去时。一般咱们都是用掐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说顶礼什么都是表示我正在顶礼，我要顶礼。
这个他这儿呢是事情说掐在内，说顶礼之后，他所以用过去式，就是顶礼之后后边要是说后边还做的动作，所以他就是顶礼之后，就是国王听那个人说完话之后非常高兴，给那个人顶了一个礼，然后呢干什么呢？说애월 마기로담写车的， 애월 마기로담写车的， 애월 마기로담写车的。 애월 마기로담写车的。这个周老师读的是애월，애월呢就是把这个当成名词，也可以，因为后边길是动词，动词前边是名词也可以。我觉得读成动词也可以，애월就是前边重读，后边轻声。애월是什么呢？是疲劳，疲劳，这个累了、乏了，反正就是这一类的，就是疲劳。애월 마기로다就是不疲劳吗？不累吗？辛苦不辛苦吗？实际上这就是个习惯问语，就是说辛苦了。听，可能咱们假设啊，那个人比如说他来说佛法，说完佛法之后啊，国王听了非常高兴，给他顶礼，顶礼完之后问您辛苦了，用汉语意就是问候一句辛苦了。这个在这个藏语里头表达呢，它就是这么一个问话，就是不辛苦吗？就是这样来表达问候，就是不辛苦吗？写谁问写是问的话，问了所谓的这样的话，写就是所谓所说，问了所说的这样的话。逗号，或者是说问了之后，然后接着啊，norji对吧他 norji对吧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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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r 是财富，即什么财富？对吧希望贪欲，这个就是想要什么财富？他这个译的时候呢，译的是说想要什么，没有说财富，因为他这个财富是一个这个就是大而扩之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你想要什么东西，这个财富是一个这个比较虚指，想要什么财富，包括这里头包括精神的、物质的都有，所以他就直接一个什么，想要什么财富呢？看后边啊，说鱼浪要这个国家吗？下边译的是要国土，实际上就是国家。你要是要国家，我就把这个国家给你。他这个疑问代词后边都是跟重复一下最后一个字嘛，注意这个读的时候它互相不一样，重复最后一个字加个嘛。是要国家呢？系的，系是政权，是要政权呢？是要这个就是说这个要国土，大概就是说我不当国王，我分你一半国土，或者分你1/3国土。要政权呢，就是我要当国王，或政权。重开让，城市是要城市呢？城市呢？你要什么呢？要城市吗？穷妈是妻子，要妻子吗？这个 am 什么情况加 am 呢？没有后加字的时候加 am。如果那个你看前边都有后加字，它就重复后加字；没有后加字，就是一个基字，那就加 am。普破 am 儿子，普破儿子。这个破这个词尾啊，一般指这个雄性，雄性词尾。因为这个普有时候包括男孩女孩都是普子女。人抱切啊，宝贝吗？狼抱切啊，大象吗？大，马，要马吗？人抱切那军呐，人抱切那军呐，
宝贝后边加了一个 nấp dün， 这个 nấp dün 是七，那七种，这个那是种，七种宝贝就是七宝。咱们经常佛经有这个七宝所成，就是那个什么琉璃什么这个砗磲，哎，那个七宝，金银，这个七宝要七宝吗？产婆암产摩암产是奴隶，婆是男仆，产摩是女仆。要男仆，要女仆。来戒呗迷암，来是最基本含义是业了，还有一个是事情，来就是事情，且是做事情，做事情的人，做事情的人是什么呢？下边译的是执事，就是那个管家，哎，就是具体做事情的人。家有家主，还有具体做事的人，那就是那管家、执事。这个现在这个藏语里头呢，这个来戒吧就是干部，就是执事，哎，就是做具体事儿的人，哎，干事儿的人。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个管家，因为你当一个家主呢，你不具体管事儿，都交给执事。既夺吧他们戒勤诺邪昧所，既夺吧他们戒勤诺邪昧所。既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的意思了，是用它做一个代词，代表后边这个东西，代表什么东西？代表夺吧，就是想要的东西。夺吧变成一个名词就成了，夺是这个前头说了贪欲、想望、希望，夺吧就是想要的东西，跟这个既是同位语，既就代表任何、所有，哎，一切，这就成了一个代词。一切什么东西呢？你想要的东西，同位语，一切你想要的东西。后边呢，这个词义就是本身它就是一切你想要的东西，它为了强调后边加他们戒，一切你所有要的东西，勤诺啊，都给，就给你。谢麦所，国王说，国王听了他说法之后很高兴啊，当然是不是说法还不一定了啊，我这咱们假设一下，然后顶个礼，然后呢说问了辛苦，然后说呢，这个你想要什么呢？这个那个你喜欢什么呀？你所有想要的我都给你，哎，就这么一个语法现象。就是说这个疑问代词呢，它可以做这个在名词这个词组里头啊，它可以做这个选择的意义，就是说，哎，是你要这个呢，还是要那个呢？实际上选择意义很明显。哎，好，读一遍就行了啊。给别推盖界麦把脱呢，给别推盖界麦把脱呢，日不嘎咕嚷的，日不嘎咕嚷的，恰在呢，爱娃儿嘛狗当写车的，爱娃儿嘛狗当写车的，哪儿记对不堂，哪儿记对不堂，鱼浪西当，冲开让穷马，普破암人波枪，浪波枪当，人波枪那不dun남，人波枪那不dun남，产破암产摩암
产矿产旺，来借百米昂，来借的米样，既夺把他们借勤咯，谢麦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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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边一句是卡姆等连接名词时，有时也表平列关系，与唐作用相同。这是一个跟前头所有的意义都不一样了。前头都是选择关系，他说这个卡姆这个疑问代词呢，有时候它不是表示疑问，也不表示选择，就是表示什么呢？跟唐一样，就是和平列关系、并列关系。实际上呢，这个你也可以理解成是疑问关系，可以理解成疑问。咱们先看这个句子啊，蓬波尼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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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运者5个，有5，运者5，有5。的就是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冒号，有5个，啪啪两个点冒号。这个后边呢，那就是这叫解证关系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同位关系，就是5，哪5个5跟它同位的，再解释一遍同位关系。说运有5，哪5个呢？是苏桑、苏桑、错哇，错哇，他这印错了，不是 lam， 应该是 am， 没有后边那一竖，应该是就前面的 am， 不要 lam， 印错了，改过来。俗是色，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物质。这个实际上准确的说，严格的用大乘的定义，严格的说呀，这个色是颜色，色声香味触，颜色声音，它应该是颜色，因为色的主要含，但是现在人们呢，他都理解成物质，那是一种这个世俗的理解，但是你讲法呢，就是跟俗人讲的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你也就得把它定义成物质，然后来破这个物质。物质，再一个，一般除了物质呢，还有一个意思是身体，2个意思，俗，经常就是这2个意思。这地方就是指色。说运有5，这个疑问代词怎么理解呢？色呢，还是后边是受呢？错哇是受，就是感觉，是受呢？它这个疑问代词是能说通的。说是色呢，还是受呢，还是想呢，还是行呢？不管是哪个，它都是运，它就有这种关系。就是不管是色呢，还是受呢，什么这些呢，它都是运。所以这个疑问代词啊，做平列关系它实际上可以从这个上边意义上理解。就是说是色呢，是运呢，不管哪个它都是运。它实际上是有，在这儿呢，实际上就当这个唐用了，就是只是受。下边一个啊，赌谢桑，赌谢桑，赌是集合，就是一个集合，就是一个集中起来，集合。谢是知道，知道的这个总的来说，知道的集合就是想，就是说你脑子里知道的东西的总的一个总称，集合起来，所有知道的就是想。赌戒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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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，戒是做，做集合起来就是行，就是做就是实际行动了，实际行动总称就是行，是一个想一个行。南巴谢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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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巴日，这是一个南巴本来是样子形式，南巴日就变成了一个加长的状语，就是深刻化，加深强调，加深后边的作用，就是十分呐、非常啊，就变成了这个意义。谢吧是知道，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知道，然后南巴日谢吧，就是不是一般的知道，是高级的知道，是深层的知道，是
这个十分的知道，是圆满的知道。这是什么识？为什么他把这个识这个知道要加一个 namba 呢？就是说这个识啊，是指的那个所有有情比较高级的那种认识，就是像人呐、什么这种，就是这个比较圆满的认识，就是认识里头的最高形式，它就指人的识嘛，人有六识有八识。实际上这个呢，这是一个这因为佛经的话都是从普通话里头拿来的，就说是我们普通世间人的一个误解。世间人认为啊，人的认识高级，动物的认识低级，所以他认为那个识呢，我这是指的人的识，不是指的动物的识，不一样。实际上从这个我们佛经上讲的意思来说呀，人跟动物的这个认识啊，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本质上是一样的。你有受想行识，他也受想行识；你有八识，他也有八识，只不过是这个能力呢差一些。像我们人世间很多这个非常错误的认识，说这个动物没有思维，动物没有意识，什么这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事儿。动物跟人呐没有一点区别，在这个认识功能各方面，只不过就是好像你看一个小孩儿，他还不如动物了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啊？有一个区分是有觉和无觉嘛？对对对，那个它主要是指的那个主动不主动，就是动物一般都是什么呢？就是随业那么一个就是一个叫业的一个表现，不主动，主动造业很少。人主动，所以它叫觉，主动自觉，它主要是强调那个意思。实际上从这个八识上说是完全是一样的。它这个识就是为了强调这是人的那个很认识能力很大的那种认识，不是那个牛羊啊什么迷迷糊糊的那种认识，它主要是强调这个，所以加个南八。这个语法意义就是说什么呢？说韵呐有五，这五个呢，原来咱们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俗汤错啊汤，就是谁和谁五个。它有时候啊可以用疑问词，疑问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不管是色呀，还是受啊，还是什么识，这个识啊、想啊、行啊，它都是韵，有这种含义。好，读一遍啊。彭波尼亚的，彭波尼亚的，苏三错啊，苏上错啊，读谢三读戒当，读谢上读戒当，南巴谢宝。南巴谢宝。第10句是倒过来，苏三错啊，苏上错啊，读谢三读戒当，读谢上读戒当，南巴谢巴尼彭波，南巴谢巴尼彭波，南巴谢巴尼彭波。南巴谢巴尼彭波。色受想行识呢，就是韵。前边说韵有5个，色受想行识，后边这个后边这个倒过来，先说散的，然后最后总的来说，这5个呢就叫韵。下边啊，它有一个解释，说注历久先总说后分别，历时先分别后总括。在传统文法中，前者为节，就是区分，就是先总说后分裂，这叫区分，就是说个总名，我俩给它区分开。后者呢叫语，就是集合，就是我把前边先列出来，然后最后来一个总的集合。卡姆等称为解句，叫分合词，即由此而来。咱们前面见过这个解句，就是说区分和集合。这个疑问词叫做分合词，就是说疑问词它可以表示一些并列的东西，先说总名后分，这叫分，先分着并列起来，最后总，这叫总。所以这个疑问代词呢，可以做并列关系，做躺的作用用，这是一个记住这个印象就行了。翻过来一页，最后一页啊。阳呢用于后一分句之前，就是说如果再说一种情况，如果又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他这个直接译的时候就是或者，
也说用于后语分句之前，也可以前后分句之前都用，也可以就是说前后每一句前头都用，互相呼应。还可以前一分句后面用卡姆，前一分句用疑问词，后一分句用养纳或者，这都可以。还有这个或者呀，还可以有一个词叫民纳，读一下。民纳就是如果不是前边的话，那就是叫否则。你可以在这记个否则，就是说如果不是的话，如果不是前面的情况的话，那就是说的不是前面的情况，就是另一种情况了，那就是否则，就是不是前边的情况的另一种情况，就是否则。否定前边就是，否则就是不这样的话就会是后边的这样。这几种形式都表非疑问语气的选择关系，就是说它虽然用的是疑问，这个就是带有疑问性质的，但是呢它实际是选择关系，并不是它不清楚，是让你选择。看例句啊，云丹工作给我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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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学问均一切作圆满，圆满一切学问，学问都圆满了，这就叫学识渊博。给我人，学识渊博的人，这是一个主语。单是什么呢？亲近，亲近，靠拢，实际上靠拢就是亲近，亲近。然后还有一个你记依止，亲近善知识就是你亲近善知识到他那儿去，就是依止善知识，亲近就是依止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说学识渊博的人呐，依止亲近，可以亲近。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告诉你一个经验，说你可以亲近什么样的人，你可以依止什么样的人呢？要依止学识渊博的人。学识渊博之人好亲近，他这个义好啊，实际上是为了跟后边来对应一个好。实际上他这个本意就是说，学识渊博的人呐，他是你，他可以亲近。下边，杨那他们周巴德，杨那他们卓巴德，杨那他们卓巴德，杨那他们卓巴德。杨那就是前边说学识渊博的人可以亲近，杨那就是如果再说一种情况，跟他对比，如果再说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或者，就是实际上也是个并列，就是说后边还有再说一种情况，什么呢？他们这个不要后边拉，他妈是最后，咱们讲过，他妈是最后，下略两个意思，最后的就是最低的，最下略的，他妈这是他妈的意思，加个拉，这不是硬加上去的，这是一个词，就意思就变了，他们就变成什么了呢？一般平常庸俗，一般平常就跟前边刚那个叫拍就是一般平常，拍切大多数，这个他们也是一般平常庸俗，就是指这个一般般嘛，这个下边意思叫平凡之人。说平凡之人呢，周巴，你听这个一读，后边巴一读轻声，这就是当动词读。周包是朋友名词，周巴就成了动词，就是交朋友，就是交友交朋友。得是咱们平常最常用的意思是安乐，就是高兴愉快安乐安然欢乐。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，在这儿一个意思就是容易，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容易，还有一个意思是熟练灵巧，大概那个意思用的比较少，这个容易这个意思用的就不多一般就是安乐容易，这个地方用的就是容易，就是说一般的人交朋友容易，就是说
平庸之人、一般人、平凡人、一般般的人呢，你要想跟他交朋友啊，比较好交。这是大实话了。这两句对比起来，实际上呢是个什么关系呢？它就是这萨迦格言嘛，它就是格言，就是告诉你两个真理。它这两个真理呢，其实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关系，它就是两个真理。一个是说什么呢？说这个学识渊博的人呐，可以做你的医治，你可以去亲近他，这是一个真理，就是这是一个标准，就是说你应该亲近什么人呢？你应该亲近这个学识渊博的人。然后下边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呢？平凡之人易结交，就是一般的人呢好交朋友。实际上这两个呀，它是一个寓意的关系，就是并不是实质性的意义上的一个对比，它就是寓意的关系。就是说平凡的人好交朋友，那个他并不是说学识渊博的人好亲近。我觉得他这儿是因为后边这个寓呢，它造成就是说，由于平凡的人好交朋友，学识渊博的人呢好亲近，他这儿用这个寓来说明前头，所以加个好。其实他这个本意并不是说学识渊博的人好亲近，甚至来说呀，你要一般来说，学识渊博的人比那个一般的人啊还不好亲近。你想理他，他还不一定理你。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原意就是说了这样一个真理，就是说你应该，就是说如果是学识渊博的人的话，你就可以亲近，你应该亲近。他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道理。义法呢，就是义的人的理解了。读一遍啊。这个阳呢，就是实际上就是或者，就是他又提出来另一个真理。实际上这个格言原意，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，提出来另一个或者就是另外一个真理。实际上它有对比关系，但是它本意呢，并不是取的那个义的容易的意思。它这个前头这个并不是包含容易的意思，只是说，这样一种现象，对比那样一种现象，什么呢？就是平凡的人好交朋友，这是一个真理。渊博的人呢，可以做医治，可以亲近，这也是一个真理，只是这样的意思。云丹君作给我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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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那他们着把的，杨那他们着把的，杨那他们着把的，杨那他们着把的。再看一句，多月却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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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是食品、食物、饭，却是衣服，却是法，苏木是三，衣食法，这三个。君米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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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是所有、全部、一切。米用，用是来，一个是来，一个是得到，来了你就得到了。说这三个呀，不可以全部得到，不可以全来。这是米拉日巴上师对他说的，说衣食法这三个呀，都全来不行，就是说都给你，这不行。他下边叫都给办不到，我不能这三样都给，要怎么样呢？后边养纳就是你看两句是养纳，后边一句也是养纳，就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，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要三个都得到了，这就没有选择了；三个都不得到，这就有不同的选择了。养纳或者呢，多贵点儿。多贵点儿，多贵点儿，多贵点儿，食衣给，给衣食，咱们这个汉语里头说是衣食，他这说的这个吃最重要，放在前头。义的时候你就可以按汉语的习惯，衣食，给衣食，却贤耐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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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法呢？贤耐，其他人那里，从其他人那里去找，到其他人那里，从其他人那里去找法。下边译的什么呢？从别处求法。你看他译了个地点，
就是说贤他认为是到其他地方，从其他地方找都可以。杨那缺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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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呢给法，多贵贤乃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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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时从其他地方找，或者是从其他人那里找，反正就是到别处找，两种选择。忒逆多，忒逆多，那两个就是上，他一般说过的东西都是忒，说他还没有说的东西，下边的东西只是敌，所以忒逆就是那两个，就是我刚才说过的这两个，那两个。多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一查字典呢，查出来这个两个都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我查的是，直接给它加个多姆巴，跟把仨去掉多姆巴，结果两个呢都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查字典的时候啊，你就得，这也是个经验了，直接去查这个不带巴的，因为动词都带巴，直接查这个不带巴的，它是个什么呢？是另外一个词的命令式，另外一个词的命令式，命令式都不带巴。哪个词的命令式呢？是这个。就是把仨去掉，还要把哪弱去掉，剩下的那仨字母，它是这样一个，是达巴，把这个词的仨跟哪弱都去掉，光剩下阿沃塔马达姆，达巴，它是这样一个原型的命令式。它的意思就很简单，就是挑选、选择，挑选、选择。你记哪个词儿都行，自己习惯。就是这两个你选择吧，命令式你选吧，这没拉日吧，或者是给一时不给法，或者是给法不给一时，你选吧。养那养那，或者这样的选择。好，读一遍。多贵却松君米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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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那多贵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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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却贤乃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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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那缺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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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贵贤乃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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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忒逆多，忒逆多，忒逆多。忒逆多。这个逆，它这个逆二啊，经常读成平声，口语里头习惯性的，忒逆多无所谓了。好，再来一句，丑包忒大，忒聪度给我得，丑包忒大，忒聪度给我得，丑包忒大，忒聪度给我得。丑包忒大，忒聪度给我得。这个忒聪是什么呢？就是怀疑，就是怀疑。说那些朋友啊，这个比如过去时变成怀疑了，译的时候当然你不要译说变成怀疑了，就是说由于各种情况的判断，慢慢的形成了怀疑，慢慢的变成了怀疑的状态。译的时候就直接就译，你看下边就说他译的也好，他说产生了怀疑，就是由于现象，比如不是变化嘛，原来没怀疑，慢慢的呢，奇怪，慢慢产生怀疑了，产生了怀疑，就是你译的好。产生什么怀疑呢？对，就是冒号，产生了怀疑，怀疑的内容就是下边，怀疑什么呢？说杨那你迷底穷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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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呢，下边还有一个杨那你，就是或者这种情况，或者那种怀疑，这两种情况。或者呢，迷敌这个人，你看他这个敌是形容迷前边的，
这个人的琼妈，这个人的妻子，谁的妻子啊？就是那个咱们讲过那个故事，一个国王的女儿丑得不得了，想起来了吧？就是他的妻子。他去集会，他老不带妻子，人家都带妻子，他不带。慢慢这个人们就怀疑了，说或者呀，这个人的妻子啊是怎么个情况呢？说阿姐信度贼行，阿姐信度贼行，阿姐信度贼行，阿姐信度贼行。阿是脸，且是容貌，加起来还是容貌，这就是个容貌。信度非常贼美丽，说这个人的妻子啊，或者是非常的漂亮，容貌非常美丽。星是这个和什么呢？嗓毛西果，嗓毛西果，嗓毛是嗓包是好，质量好，品质好。这个美丽是指的容貌，就是外表、外形，身形、面貌非常美。后边的嗓毛呢，指的是质量，就是品质啊，甚至包含这个身体的这个肉的质量，比如说细腻啊什么这些，它这个形容的方面有所不同。如果它是指的，就是指的这个形体方面，它这个嗓毛就是指这个质量，内容对，也很好，这是两方面。对，也就是在汉语里头就分不出来了，就都是好都是美丽了。这个实际上藏语里它有不同。习是不定值，就是说，或者这个人的妻子啊，她是一个容貌非常漂亮，这个质量又非常好的人习过，这是一句话，或者是这样。杨那你信度米读经，杨那你信度米读经，或者呢非常的不漂亮。读这个词儿是漂亮跟坏，这就不能说不坏了，就是非常的不漂亮，也就是非常丑。经也是连词，和什么呢？和显给通度米容瓦西银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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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显给其他人做主语，其他人通看见，其他人看见。图是一个拉丁了，看后边的动词。米容瓦，容瓦是可以，适合，可以，适合，适宜，合适。米容瓦不可以，不可以干什么呢？拉军前头，不可以做的事儿，不可以让别人看见，就是他非常丑，丑到什么程度呢？不能让别人看见的程度，不能让别人看见的习那么一个淫呗是，或者他的妻子是一个什么呢？非常丑，这个不可以让别人看见的那么一个妻子，然后这个淫呗呢是整个两句，由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或者是非常漂亮，或者是非常丑，反正非常漂亮也不愿意让别人看见，怕别人嫉妒；非常丑呢，也不愿意让别人看见，怕别人笑话。所以呢，淫呗由于是这样的两种情况，然后呢，这得马翁所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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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是带领、引导。带领引导。马翁所，翁就是来，不来，说带了之后来，先不要看马，带了之后来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带来，就是带来。要说他不带来呢，他不能把这个马放在那个吹前头，他要放在最后一个动词的前头，要插在他们中间，所以变成了这对马翁吧。带
不来，实际上是不带来。他那个不是，他就是他的习惯是那个否定词都放在最后一个动词，两个动词就得加在中间了，所以是不带来。说由于他这个妻子啊，或者是特别漂亮，或者是特别丑，所以呢他不带来。就是大臣们这个搞家庭聚会的时候啊，人家都带着夫俩都来，他这个大臣呢就光自己来，不带妻子，所以不带来。娘想，他们怀疑，他们其他人都这么来想。故事咱们知道了，咱们就语法意义也很清楚，就是大家怀疑之后说，无非两种情况，养那里或者是漂亮，或者是丑。好，咱们来这个读一遍啊。丑包腿大，腿粗度给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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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养那里米地穷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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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俺姐信度在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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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毛西个。上毛西个。养那里信度米度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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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献给通度米荣瓦西银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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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切得马翁所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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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能再来一句？啊，不来了哈。好，咱们来整个读一遍。剩了2句。从173页第10句开始读一遍啊。云丹糖包儿落嘎了。云丹糖包儿落嘎了。谢心来那娘把了。谢心来了娘把了。开把拍切儿鱼给了。开把拍切儿鱼给了。论别给我哪儿给求。云别给我哪儿给求。肉麻煎给求我了。肉麻煎给求我了。北京不信哈巴儿忙。北京不信哈巴儿忙。求那人。求那人。给不腿蛋呢。给不腿蛋呢。大可奶怕上。大可奶怕上。大马银白怕上瓦银。大马银白怕上瓦银。腿菜爱意了。腿菜爱意了。爱的米拉银nam。爱的米拉银nam。运输银。运输银。米拉银呐。米拉银呐。你马赛那嘎的娘。你马赛那嘎的娘。给别普木拉改的。给别普木拉改的。普木的月上。普木的月上。云的米产呐。云的米产呐。纪念呐。纪念呐。给不推呢。给不推呢。给错呢7日马块呢。给错呢7日马块呢。张包了给不给定银血吗？张包了给不给定银血吗？越大美。越大美。鸡蛋塔糖蛋南米蛋。鸡蛋卡糖蛋南米蛋。羊壳瓦然那西给包。羊壳瓦然那西给包。推重度亲的卖吧。推重度亲的卖吧。开给炸鱼给包。开炸鱼给包。地血当米血。地血当米血。运在西毛酒吧。运在西毛酒吧。给上嘛给。
变什么变？改变体改节没把缺呢，一个一个节没办法呢，热度加固让的，热度高估让的，恰在呢，恰在呢，爱娃儿嘛给我当写车的，偶尔嘛给我当写车的，哪儿记对吧汤，哪儿记对吧汤，鱼浪西当，月亮西当，重开让穷马岸，穷天让穷马呢，婆婆岸人包枪，婆婆啊，人多强，狼包枪大，人多强大，人包枪那军南，人多钱那对呢，产婆岸产毛岸，产婆啊，产婆啊，来接白米岸，来这个米啊，记对吧他们借紧了先卖少。既对了，他借紧了先卖少，碰包你牙的，通过你那的树上错瓦，树上错啊，杜写上杜借当，杜先生杜借当，南巴写包，那把写了，树上错瓦，树上错啊，杜借上杜借当，杜先生杜借当，南巴写吧你碰包，那把写把你通过，云丹工作给我当，云南工作给我当，养那他们做把的，让那他们做法的，多月却送军米用，多月却送归米用，养那多月的让那多月的却现来却，却显来却，养那却的让那却的多月现来却，多月显来却，替你多，给你多，初步太大太错多给我的，出国太大太错误给我的，养那你米地穷吗？让那你迷底穷吗？俺姐信度在行，那些信度在行，上毛西过，什么时候？养那你信度米度经，让那你信度迷多经，献给通度米容瓦西银白，献给通度迷容瓦西明白，吃的马翁所娘，确定马红所样。就到这儿了哈。